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12月2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撒母耳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创世纪37章第2节到11节，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到17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约瑟的异象。异象有真侪人有误解，总是认为感觉真是安尼真虚幻的一项事。但是事实上，异象所指的就是眼界。英语的翻译叫做 vision。一般咱咧讲的是视力，就是咱应该安尼来思考，就是迄个异象呢，就是要爱互咱会通看搁较远，看搁较清楚。所以咱会看到一寡眼镜行的公司，因的广告会讲 see better, look better， 就是讲你挂目镜了后，你会当看较清楚，看搁较好。这是伫肉体顶悬的视力的调整，所挖去的是目镜，亲像牧师即马挂的。因此，伫监理站有当时会针对有挂目镜的驾驶人会标记着讲校正了后的视力，会看讲安尼是毋是合格。伫灵性上，咱称异象，毋是透过眼镜来改善，是透过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灵性启示，以及上帝的旨意来显明来成就的。就是讲有异象的人，通常就是一种的真谦卑、愿意顺服上帝的人，所以会当看见异象。异象一定毋是要互人来展现家己有偌好的功力，还是能力，乃是要爱互人会通明白上帝的计划，看见上帝摆伫咱头前头前的道路的计划。约瑟互人伊阿兄无欢喜的是，因为伊真爱安那做鸟爸啊。伊的老爸却因为安尼真介意伊，因为伊拢甲事实来甲伊讲。更较重要的是，咱看见这中间是伊甲老爸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嘛，因为安尼，伊的老爸就特别介意伊，就也送伊物件。迄个彩色的衫，嘛，搁较因为安尼，来遮因的阿兄的嫉妒甲受气。伫这个一连串的原因造成了伊的阿兄对伊会通讲是厌恶，佮加上伊讲了伊的这个梦，其实这个梦就是异象啦吼。伊的阿兄就搁较受气啊！圣经甲咱讲，伊的阿兄的态度。约瑟的阿兄看见老爸偏爱约瑟，就怨恨伊，无要甲伊和睦相处。后来约瑟做梦，并且来甲大家讲的时阵，据圣经的记载，有一摆。约瑟做一个梦，伊将这个梦甲阿兄讲，因就搁较怨恨伊。伊讲，互我将我做的梦甲恁讲，咱拢伫田里咧绑马仔，我所绑的马仔群徛起来，直直徛咧，恁的马仔群拢围着我。迄个马仔群已经我落败，因为各人会介意，还是厌恶，互人的目睭就去惹看。
不但家己看袂到异象，就连家己耳孔、热目睭，听袂到，也看袂到上帝的计划。咱看去约瑟的阿兄，当然因为伫情绪的顶权来掩恶，而且来排斥，所以因安尼讲。伊阿兄问伊讲：“你想要做王统治阮吗？”因为安尼，约瑟将家己的梦甲阿兄讲了后，伊的阿兄就比较早搁较怨恨伊。事实上，并毋是约瑟想要做王，乃是上帝互伊看到将来的计划。上帝也启示将来伫要发生的代志，但是呢，因为伊的阿兄完全无法度明白了解。圣经的记载，约瑟不止一摆来做梦，还有第二摆，伊领受着上帝互伊的异象，伊又搁甲大家讲，圣经的记载，后来。约瑟搁做一个梦，伊搁甲伊的阿兄讲：“我搁做一个梦啊！我看见太阳、月亮，甲11粒星，拢向我来落拜。”约瑟将这个梦甲老爸讲，老爸就指责伊讲：“这是啥物梦啊？你想你的老母、阿兄甲我？”拢爱你来跪拜吗？约瑟的阿兄就非常嫉妒伊，但是伊的老爸却一直咧想这项事。是毋是咱也有可能亲像约瑟的阿兄共款，目睭青面看袂到？因为个人的情绪，因为个人的想法。也因为可能骄傲来遮看家己的眼界。希伯来书11章甲咱讲，信心，敢毋是就是亲像安尼看见迄个看袂到的事吗？事实上，信心就是看见异象的基本要件啦。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安甲咱讲，安尼信心是甚物货呢？信心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对未会看见的事有肯定。异象是互咱会通看见上帝将来的计划，并且有信心来跟对伊。也因为咱看到啊，所以咱知。迄一本写互犹太背景基督徒的马太福音。伊一开始就讲到犹太人所熟悉的族谱、家谱，对伫耶稣心存嫉妒的犹太人却无愿意接受，也因为安尼，因遮看家己的眼目，互家己看袂到上帝拯救的计划。咱看见，无论是伫马太福音第1章。或者是伫路加福音第3章的这个家谱族谱，拢是咧指明上帝救恩的计划，是对上帝来，是对上帝互亚伯拉罕应允来。但是犹太人却选择无要接受，拒绝相信。同款，亲像上帝互约瑟的异象，其实目的就是要爱互伊看见将来伊的家庭所要拄着这个饥荒的困境。迄个约瑟就是迄位上帝赏赐救恩来使用的媒介，也透过伊阿兄的出卖。就算是讲伊的阿兄无明白，也无愿意相信，但是上帝就是照安尼
来记忆。根据上圣经的记载，约瑟就伫饥荒上严重的时阵，正做因全家的拯救。伊的全家就是亲像伊伫梦里所讲的异象同款，伊来跪拜。其实重点毋是迄个跪拜，乃是因为伊的梦，伊所看见的异象，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甲救恩。撒母耳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哈那祈祷讲：我的心因为上主欢喜，我的头因为上主举悬悬，我的喙甲对着夸耀，因为你的拯救互我快乐。只有上主至圣，你以外无有别个。咱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人毋通自个讲骄傲的话。毋通自夸讲大声话，因为上主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人的行为受你的评鉴，勇士的经已经受压制，软弱的人得到快乐，富足的着互人请才有通食，枵饿的无搁枵。未生育的要生7个，有真济的囝的到落尾剩半个。上主互人死，也互人活；互人落阴间，也互人起来。上主互人散赤，也互人好业；互人降价，也互人高升。伊对真爱提拔困苦的人，对粪扫堆高升欠缺的人，互因甲尊贵的人坐做伙，互因坐大位。大地的根基，上主来建立，伊将世界安置伫迄顶面，伊保守伊忠信的子民的骹步，互歹人伫黑暗中消失。人袂当靠家己的快乐较赢，对得上主的人会受拍碎。伊要对天用雷降阴，上主要审判全世界。伊要赐快乐互伊的君王，互伊所竞选的头举悬悬。感谢主救阮。求主帮助阮会通领受着你的启示，看见你的救恩。求主帮助阮无高估家己的情绪，互阮学习谦卑顺服，互阮有信心看见主你的计划，愿意跟随你的旨意。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